各位觀眾朋友，在個轉到四條國際嘅節目現場，今日嘅新聞幕後嘅單元呢，我為大家來分析一下新應該都同台灣方面傳交嘅幕後嘅內容哦。不過呢，今日請到嘅專家來賓呢，第一個是係啦智利科技大學嘅南灣研究中心嘅主任熊準，向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因為第二屆呢，為大家來紹介是分都拉斯國防大學嘅榮譽嘅教授楊建平教授，楊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杨教授，我想跟您請教哈，因為您住在這個薩爾瓦多有6年的時間，我們都知道說，你在那邊念那個國防的相關的學院。那我想問一下，是說第一個問題，我想請教是說，因為其實像這個薩爾瓦多21號與我方斷交之後，我方的第一個回應馬上就說，因為他們跟我們要求這個資金的問題哦，資金談不攏，然後他們主要是要為那個投資那個港口聯合港的問題來跟我方斷交，要不到錢而斷交，那真的有這麼單純嗎？但這個應該不是這麼單純啊，因為任何國家都希望引進外資啊。但是問題是，它這個港口啊，我們的聯合港啊，這外資就是國際的港口營運商啊，沒什麼興趣。所以我們7月份我們外交部長去的時候也提到這個問題，國務部長去的時候，他說也歡迎我們投資，但是問題是我們的企業，相當於航運企業啊，比較沒有興趣。那當然這個事情也引起了一些大家這個論戰啊，哈，就他們也否認啊，就說我們還說。他等於就說，我們這裡說他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可能要選舉的經費什麼，他也否認了啊。但是這方面可能斷了就斷了啊，談這些啊，但各說各話，大概比較沒有意義了啊。我是覺得，那薩爾瓦多他基本上是希望我們的援助是沒有錯，但是而且現在比較一個敏感時期就是。他國會選舉完了，現在馬上進入明年的大選，對，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可能也不適於做這個一些的金錢上面的援助了，主要是這個問題。所以說，主要是因為他們國內有這樣的經濟發展的需求，加上說他們政黨自己有自己的執政的考量咯。因為我們的馬蒂黨啊，馬蒂黨呢，它原來它是一個左派游擊隊，左派武裝游擊隊。他馬蒂民主解放陣線以前就是共產黨，所以我們在中美洲邦交國有2個都是左派政黨，一個就是尼加拉瓜的桑蒂民主解放陣線，桑蒂民主解放陣線在1979年的時候啊，他革命成功，武裝革命成功，奪權成功，所以激勵了馬蒂民主解放陣線，就薩爾瓦多，他覺得也可以比照這個模式，所以薩爾瓦多進入了12年的內戰，是。1992年呢簽署和平協定以後，它轉換為合法政黨，啊，那在2009年呢，它經由民主程序、國內大選而執政，這是第2任了。所以也就是說，它這個政黨的本質就是左派，啊，所以說它原來2009年它執政的時候就想跟這個中國大陸建交，啊，那個時候，所以說你看它現在的外交關係，它支持委內瑞拉。支持古巴，支持尼加拉瓜與俄羅斯，所以他發展跟這個中國大陸的關係啊，這是他一直黨裡面的的共識，他本身就是，所以說他這個經濟層面啊，這個問題是比較小的啊，對，他的骨子裡就是說，他希望，因為他現在明年大選，他大概可能性非常的小啊，大概他國會選舉大敗。那所以說，他希望這個時候引進外資，把經濟，因為他目前經濟非常不好啊，能夠可能做一點轉變，當然能夠給他一點援助，希望也許在可以扭轉的明年3月大選的這個形勢。那主要的根源在這樣。那我想請問一下向老師，剛才有說到說這個馬蒂政黨它本身是偏左的哦，那美國長期以來對這個薩爾瓦多他們的態度是怎麼樣的呢？我想這可能要從這個剛剛楊教授也提到的。旁邊的尼加拉瓜的這個狀況啊，就是現在的執政黨這個桑蒂政黨來講，當年雷根政府在的時候，這2個國家幾乎是水火不容，甚至甚至有 Ortega 還上過這個時代週刊的封面，就因為他反美的立場。所以說我們從他這個
目前这个以他旁边这个尼加拉瓜目前执政的这个状况来讲，当然美国是不乐见的，是，所以说相对来讲，我们在台湾如果碰到这种状况，其实是比较难处理的，因为你在这个交涉的对象其实是一个美国人不太喜欢的政党，这大概是我们台湾面临的等于说，美国对这个萨尔瓦多其实也比较没办法掌控了，没办法像就是他对其他的后院的国家有这种掌控，因为他们跟他的意识形态根本都不一样，根本是。老师，那我们现在看到说，就是其实刚才杨老师有提到说，像是萨尔瓦多其实很早之前就跟这个中国、俄罗斯、古巴搞关系，那他们甚至他前现任总统都不曾访问台湾，是不是？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要有这种警惕心，说这个国家迟早有可能哪一天就会离开我们。对，但是我们其实一直期望的就是萨尔瓦多，其实本来美国对萨尔瓦多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萨尔瓦多600多万人口，他另外有在美国移民啊，差不多200万，因为他12年内战的时候，很多人就逃到美国，逃到美国后来基于人道关系，说你国家内战，所以说美国有暂时收留他们啊。所以说，他每年的在美国侨民的侨汇，相当于他国家总预算，是哦。所以说，萨尔瓦多经济一个最大的支撑呢是在美国，而且另外就是说，我们讲的中美洲北三角了啊，就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3个都非法移民到美国相当多，所以美国也有一个计划，就是这个繁荣联盟的计划，就是说发展他国家的经济，援助他，使他的失业人口减少，就不需要跑到美国去，所以我们一般来研判呢，就原来就是说，这个可能因为它地缘关系啊，地缘政治关系距离美国比较近，可能比较会影响到美国的本土，而且美国如果说加速遣返他非法移民的话，那对他的经济是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就是说美国对他的影响力会很大，对，所以说好像感觉2任政府都快安然度过了，这没想到在最后一刻啊，就突然就反而出问题了。是，老师，那这一次这个有争议这个联合港的开发案，其实中国的资金未来可能就会进来。那其实会有人担心说，就是未来这一方面这个地方会变成是，尤其是美国特别担心，会变成中国这边建军港，等于在它后院建了一个军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包括这个萨美之间军事的关系，包括说我们跟台萨之间的军事关系，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之前跟萨尔瓦多的这种军事的交流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其实我们中华民国跟萨尔瓦多的军事交流可以溯及到20世纪1970年代啊，我本身就是陆军官校送去交换学生。我们1970年代在20世纪，我们毕业两位自萨尔瓦多军官学校毕业，我们在国内都升到少将，啊，而且萨尔瓦多以前来我们这一边的远朋班，还有我们3军官校，包含政战学校，包含中正理工学院、国防大学的指挥参谋学院相当多，啊，是上百人，所以说我们双方的军事首长互访也非常频繁，所以说。可以说，我们2国的军事合作、军事交流啊非常密切，主要是在代训方面啊，就是教育人员的训练方面。对，但是我们知道，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萨尔瓦多还是军政府，军政府军人的影响力对政治的影响力是非常大。后来慢慢以后削弱，但是实际上在国会里面，他很多退伍军人是担任国会议员，就是经由民主程序的。选举，那美国在他内战之中是支持萨尔瓦多军方，所以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萨尔瓦多是一直都有派一个后勤部队，号称一个营大概200-300人，一直到最后，所以说美国军方跟萨尔瓦多的军方关系也很好，但是那个时候就县政府、县执政党啊，那是游击队的，当然是跟美国是敌人，反为敌人，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目前正在做的，本来还有一批这个，就是还有几架 UH-1H 的直升机，我们淘汰的直升机，还有悍马车，等等啊，就是我们对它一些我们军事援助啊，
比较就是非攻击性的武器，我们淘汰的武器，我们一直有帮助他。就双方军方关系非常好，他们在我们这里也派一位将军担任武官啊，我们在那边也一直有派武官。他现在目前我们断交前，他在我们三军官校，还在我们国防大学，还都有军官还有学生在受训。是，那另外就是，请问像教授这边，就是说，就刚刚像杨教授这样讲，您也曾经有派驻过这个拉美这个部分嘛？吼，那我想问一下说，因为刚刚杨教授提到，我们大部分都是人力的，就是人员上面的代训为主。那比如像台萨之间有没有这种实质的武器的交流？像我们之前提供给这个多米尼加嘛？像这种武器的交流，原则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武器都是从美国采购来的，所以我们原则上是把我们使用过的武器再转卖给他们，然后但是这个转卖当中都需要经过美国的批准才能够再转卖，所以像上次的这个多米尼加的这些武器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美国核准我们才能够转卖，不是你想要卖给谁。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想要送一批军备到尼加拉瓜，可能就未必见得是这么的顺利，因为美国可能不会批准你，是因为是政府的立场的关系嘛？是。那另外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因为我方在这个军事，尤其在军事层面援助上，没办法满足萨国需求，或是美国对萨国的这种军事的提供方面，可能也没有这么的顺畅，所以他们现在在军事发展方面，可能还要再找第三方，就是中国的关系。原因也有可能，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中华民国和中美洲的这些所有的关系，并不完全建立在军事方面。当然，这个其中有一个美国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就是说美国对这个拉丁美洲，以这一次来讲的中美洲这个地方的影响力，到底这个还剩多少？还剩多少？其中我们上次看到的那个巴拿马的案子啊。倒是可以作为我们来这个预测或者是观察未来这个中华民国和中美洲邦交的关系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像上次巴拿马建交的时候，这个美国大使美国驻巴拿马的大使自己都出来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任总统这个川普。让外交官们在国外受到人家的，应该说是不重视。所以说这个川普本身对拉丁美洲的态度，相当程度会影响我们在中美洲的，因为他的影响力减少了，所以他们要跟这个中国建交之前，以前可能要跟美国商量很久，现在根本就。直接部长也是几个钟头前才跟他讲，说我要建交。所以说，其实可以看得出美国对这个拉美的重视，甚至有可能未来加勒比海这一块的重视，可能会不如就是之前哦。就它的影响力日渐在降低，好，也是今比上半场嘅讨论哦，下半场呢，能过来针对了解中国嘅力量，呢度了拉丁美洲还有台湾未来嘅外交安全行来做讨论，就可以下能够再过上来。那观众朋友再够转到讨论改现场，我想请教的是这个杨老师，一样是梁老师，就是其实萨尔瓦多这次与我方断交，与中国建交，这个时机点其实蛮令人玩味的哦，就刚好是在蔡英文总统的同庆之旅之后回来的隔一天，那这个时间点同时也是这个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前夕，所以这个时间点会让我们想说，是不是说他明着针对是美国？
他明着针对台湾，但实际上呢，他针对的是美国。其实啊，这我们中南美洲邦交国会不会丢，主要是看两岸关系。当然，扯上中美贸易战呢，其实萨尔瓦多还没到那个高度，那个重要性还没到。对，那这个针对我们蔡总统出访，这个是非常明显，这个针对性是非常明显，是这个样子的。对，这不至于，我是认为不至于到美国的高度。但是呢，我们一般做研究拉丁美洲的研究啊，是觉得中美洲的小国与我们中华民国维持邦交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它地缘关系，它距离比较近。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从2007年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很多人就认为说哥斯达黎加不会断交，他认为美国一定会阻止，因为他不希望中共的势力进入。但是，其实在10几年前就已经是错误了啊，美国并没有感到。但是这几年这是第一次，美国国务院或者美国国务院的高官，就是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公开的在说明。以前发警语，就说警示啊，说中国在拉丁美洲势力会影响的，那都是学者智库，对，没有美国官员。这次是第一次，而且他大使也透露了，在前一阵子，美国国务院召集了加勒比海、中美洲，他们有30个馆长来讨论，对中国大陆在拉丁美洲势力的影响力的上升啊，表示忧虑。是，这倒是第一次。是。那同样问题，向老师怎么看呢？我想这个中美洲对美国来讲，的确是攸关它的这个而且有安全上的考量。我们只看到川普想要盖那个墨西哥的围墙，但是那个围墙其实他想要阻挡的，除了墨西哥人之外，其实最主要都是从中美洲来的，是包括现在跟我们断交的这个萨尔瓦多等等。那么这个问题可能还要牵扯到当年布希的时候，这背后的原因，除了这个可能要回到布希当年这个小布希总统当年的哥伦比亚计划。是的，各位应该记得，在80年代、90年代，哥伦比亚是美国最主要的毒品来源。是美国花了非常多的钱到哥伦比亚去扫毒，扫毒完了之后，这一些毒枭就沿着中美洲一直往墨西哥这边窜，反而离美国更近了。那么中美洲这些小国家里面，因为它经济发展的比较落后一点，所以有很多人就沦为这个贩毒集团的这个俘虏啊，就帮他们贩毒，那么国家治安就越来越差。那么现在除了挡住这个墨西哥人本身的这个想要到美国去发展的人之外，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中美洲的这些，你说他经济难民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就好像这个委内瑞拉，当然它的原因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说的确是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最少边境上的安全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对萨尔瓦多特别出面，就这一件事情来讲，除了他个人的安全，他也真的不希望看到我们台湾就直接这样子被扫出中美洲。是。老师，那我再另外就是问一下说，你刚刚有提到说跟美国安全力很相关的，就是他们之前有个共荣计划嘛，就是那几个国家要帮他们打击这个维持社会治安、发展经济起来。那就现在美国就有参议员提出说，要把这个共荣计划的针对萨尔瓦多这部分要减少、要砍掉。那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人提出这个是佛罗里达的参议员。这个 Rubio， 我觉得这个人台湾倒是可以好好的来经营一下。他态度本来就一直以来好像亲我们的，都蛮友台的。他本身就是古巴裔的，然后还当过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院的议长，然后他现在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负责这个外交问题的。我记得蔡英文第一次要去参加巴拿马运河的时候，
那时候过境这个迈阿密的时候，是他就曾经跟我们蔡总统见过面。是的，然后这一次他又出来谈到这个，所以说 Rubio 这个可能是我们国内至少在美国和对拉丁美洲的这个政策上面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台湾政府好好把握可以经略的一个人物，一个关键的人物在那边。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代表说就是未来就是刚才向老师其实有提到说，美国在拉美的这个区域的影响力越来越低，是不是也看到说最近这几年就是中国在这边的经略是非常的用力？向老师怎么看？其实我们在研究国际关系上面啊，在拉丁美洲的对外关系里面啊，那个美国哈佛大学有个教授曾经讲过，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啊，在21世纪啊有2个特点，非常引人注目的。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影响力降低，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影响力升高。当然，中国影响力还不能够跟美国比了啊，但是这个差距啊是在缩小，很明显的，它的这2个特点在21世纪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是非常是重要。但是，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的观点啊，就是美国的智库啊比较，或者美国的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啊，或西太平洋的委员会啊，曾经召开了4次还5次的听证会，针对中国大陆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对，但是我在前讲过，就是都是智库跟国会，就是那这一次呢，是因为美国南方指挥部呢，也前一阵2月份也做过报告，说中国大陆因为在巴拿马建交以后，它港口它可能利用到。对，当然这个是。比较目前还看不出来，但是美国本身因为距离它的后院嘛，它原来的后院距离它这么近，它是感到忧虑的是。那向老师你怎么看呢？就是中国在它美国后院似乎已经开始在积极布局，然后甚至包括这个经济方面的援助，甚至未来可能会有一些他们担心的就是。这个军事的力量会进到这个萨尔瓦多这个联合港这个部分，尤其是美国特别担忧这一块。老师你怎么看？我记得，大概10年前，因为委内瑞拉查韦兹的关系，当时美国他跟这个小布希总统关系闹得非常僵，所以美国当时还为了委内瑞拉的问题，恢复第4舰队。第4舰队是专门负责拉丁美洲的这个事，然后后来。这个委内瑞拉为了要引进俄罗斯的力量，当时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舰还经到这个尼加拉瓜，这个也是我们的邦交国，有到尼加拉瓜，后来还到委内瑞拉。说这个整个从冷战结束之后，因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力量慢慢的渗入拉丁美洲，这是事实。那么刚才你所问到的，这个中国在大陆的近几年的发展，就像杨教授所讲，其实目前为止还威胁不到美国它传统的这个力量，但是这里面对我们台湾的外交的确是有影响。我们就举上次巴拿马，乃至于这一次，我们每次断交时就提到一个那个很有趣的。事实，尤其是这一次萨尔瓦多更明显，他有这么多学生在我们台湾受训也好，工作也好，实习也好，这么多的，像这些念书的人，中国在第一时间就会说，你全部来在台湾修的学分，我通通承认你。那么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 CELAC 的这个计划里面，他每年引进数千人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学生呢。所以说，他都已经有现成的，我们很多友邦的国家的学生也都申请到那边去了，所以你在台湾的这批人，他就可以直接转移到大陆，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个吸引力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断交之后，是不是有必要一次就断的这么的干净？这个东西事关我们台湾自己的国际形象，
而且你如果能够在这边让他读完，将来他回去之后，这些人应该是属于我们在外交上属于有台的人士啊。他如果能够在台湾因此而毕业了，他说不定将来对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有没有可能复交，当然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就只有靠这批人在共同维护我们台湾在当地的这个利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说，这个萨尔瓦多断交之后，我方的这个邦交国就剩下总共17个国家，其实大部分都还是集中在这个拉美、然后南美洲跟这个加勒比海地区哦。那尤其是两位老师有提到说，中国在这边的势力越来越大，那会不会下一个的有可能的潜在危险的国家也会集中在这一块？其实啊，危不危险呢，应该是看两岸关系的发展。这个萨尔瓦多现在去这次建交以后，是中国大陆的178个邦交国，是，所以说萨尔瓦多从177加一个178，对他来讲没有很大的意义。是，但是我们是少了一个，不到20个，少一个，我们就觉得这个比例就很高，所以它这个完全是针对性的啊。所以说主要还是，如果说两岸关系在恶化，那就当然一定会这个样子。但如果没有恶化的话，大概他也不必。其实那个小国家过去对他来讲是负担，因为他还要无条件的对，他要帮助他各种的对，每个都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台湾对他的帮助之外，中国大陆一定要比我们台湾帮助要大。